结久，结久，来谈下男士演讲。一久，一久，多久？一個治療要花幾久嘅時間？談下男士演講。一個治療要花一久嘅時間。一個治療要花一久嘅時間。這個治療要花多久的時間？幾多？幾多？多少？一位有幾多金融服務嘅資料？這裡有多少金融服務的資料？樣板，樣板，來談下男士演講。樣嘅，樣嘅。怎樣？如何？人工智慧做得樣板應用的成法程度？來談下男士演講。人工智慧做得樣嘅應用的成法程度。人工智慧做得樣嘅應用的成法程度。人工智慧可以如何應用在生活當中？好，基本嘅事實學習化，人工智慧和倫理呢個主題就到這邊咯。請大家繼續來關注，繼續來支持。下咁樣嘅學業，你會推出很多精彩課程哦。我係圖書組，你將來聊聊，拜拜。